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丽锦如，因为卡到死亡人士防收押禁见，就惊昆良无守，所以市党部昨下晡来宣布，由副主委张嫣妍暂时代理主委。想袂到才过半点钟，马上改喙换人，讲党中央是指派台北市的议长戴锡钦来代理着主委。张嫣妍讲尊重党中央的决定，戴锡钦讲虽然过程有欠点，但是袂影响党内的团结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涉嫌幽灵连署被收押，党部本来打算伫昨要宣布由副主委张嫣婷来代理，想到人事仍有改变。一开始媒体群组伫下晡2:09分发布新闻稿，讲主委由张嫣婷来补；2:31分，搁补张嫣婷的背景资料刷来，就随将新闻稿收回去。5分钟后讲歹势，对着党中央通知由议长戴锡钦代理主委。中央党部跟市党部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些没有对接到的一个状况，大家的共识就是希望市党部能够持续的运作下去。我想这中间过程或许有一些小小瑕疵，但我觉得这不是太严重，也不影响我们的团结。我们完全尊重党中央的决定，他派代下来就立刻接掌职务，在还没有派代下来之前，由我来暂时代理，所以是无缝接轨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对外表现团结一心，拍破党中央甲党部无共调的情形。根据了解，代理主委这个职务应该由党中央来规划人选了，再搁由台北市党部发布。可能是黄丽锦如伫开机仔庭进前就已经先安排好代理的人选，才会台北市党部发出张嫣婷代理的消息。实际上，党中央已经由秘书长黄建庭找戴锡钦参详，戴锡钦嘛答应。想袂到讲发布人事令的时机会动顿。那我想我的工作只是在黄旅主委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代理他的职务，把相关已经上轨道的工作做得更加的扎实，也团结我们现在可能稍微有点低落的士气。那希望大家朝共同的目标继续来努力。接重职代任的戴锡钦，伊讲目前上要紧的就是伫大罢免掉草木改兵机制，爱团结甲提升党内士气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